數位化同埋城市化嘅崛起呢，正喺度深刻咁影響基礎設施同埋房地產嘅投資。長期以嚟，呢啲變化將能源嘅需求生成同埋傳輸帶嚟重大嘅轉型。跟住落嚟呢，我哋就會探討呢個新市場嘅展望，同埋能源轉型同埋成長投資點樣塑造更加可持續嘅未來。我哋今日嘅主持人喺呢個環節呢，係沈南鵬先生，Neil Shen 係紅杉中國創始及管理合夥人。我哋嘅講者呢，係有 TPG 始創嘅合夥人 Jim Coulter， 同埋係 TPG Rise Climate 嘅管理合夥人，同埋 Brookfield 董事長兼執行長，同埋有Recamara 澳洲麥格里集團嘅執行長。係啊，再次感謝香港金融管理局組織呢一個非常好嘅高峰會啊！我哋今日咧喺呢個環節咧，就講到係基礎建設啦，同埋房地產方面嘅投資，係因為城市化同埋數位化帶嚟嘅改變嘅。我哋嘅講者咧，我都唔需要介紹噶啦。不過咧，我哋係 recommend Yaka 方面咧，我哋喺媒體上面都知道咧，喺呢一個投資嘅領域有啲新嘅舉措。不如我哋開始講 AI 啊！我哋因為係 AI 嘅使用咧，而家係有好多推動呢個電嘅能源嘅需求。咁我哋開始嘅時候，不如問一個問題，先問 Bruce 你呢？照我知道呢，係有關 AI 嘅數據中心呢，上個禮拜係發言嘅。咁你喺發言當中呢，就講，我哋起嘅數據中心唔夠啊！咁乜嘢叫做夠呢？因為你嘅研究裏邊呢，係最近亦都係發表咗個研究嘅論文啊嘛。你話係要75嘅吉瓦嘅數據中心先至夠嘅，係全球嘅能量啊！咁即係話要7個萬億美元嘅投資，哇！呢個投資量好大喎。咁究竟乜嘢係足夠呢？喺數據中心嗰度，我哋嘅需求足夠嗎？因為之前呢嘅環節，我哋聽到啊，今日話有一個泡沫喎，喺 AI 嘅投資嗰方面係可能呢係有一個泡沫啦。你點睇呢？多謝 Neil， 係多謝大會呢係香港金融管理局呢係邀請我嘅。首先呢，我咁樣講，我哋個角度呢要改變一下。我哋係喺度建設高速公路啊，或者係鐵路之前呢，所有嘅基建啊，呢個世界嘅基建嘅時候呢，而家其實呢啲國家喺度做緊乜嘢呢？而家呢係喺未來嘅一個先進嘅數字經濟嗰度呢，而家喺度起緊基建。咁我哋而家鋪設嘅呢，就係一層嘅世界嘅基建呢，係令到可以推動未來嘅5至到20年嘅商業嘅發展嘅。你係需要咁樣理解呢件事。我哋而家呢係鋪設緊一個所謂骨幹啊，呢個基建嘅骨幹啊，好重要嘅一點呢，就係我哋要認識到，就係好困難嘅。如果我哋要咁樣做，好簡單嘅一啲地方去建立數據中心呢，已經係建立咗㗎啦。即係譬如幾年前呢，好容易去建呢啲數據中心嘅地方呢，都已經建好咗數據中心。咁下一輪呢，就係要揾一啲冇咁容易揾嘅一啲地點啦。咁啊，好消息呢，就係嗱，我就唔覺得有個泡沫啊，因為每一個呢啲地點呢，都係有25年嘅簽約嘅，而對手呢，亦都係好好嘅，因為大部分呢都係出租俾一啲國家啦，或者係主權嘅基金，又或者係好大嘅一啲投資者嘅。嗱，呢個同光纖唔同啊。曾經呢係話 Global Crossing 呢會破產，又實在係破咗產啦，因為冇人去租用光纖咯。但係而家呢個係唔同喎，呢個全部都係25年嘅使用合約嘅呢啲數據中心，所以呢係有好長嘅一個發展嘅時機嘅。咁所以其實係乜嘢係一個阻礙呢？就係我哋嘅資金嘅執行嘅能力。
咁所以你嘅意思呢，就係話呢一個係有一個資金流啦，去支持呢一個咁樣嘅規模嘅增長，係咪啊？冇錯啊！呢啲係100%被支持嘅，被呢啲支持嘅機構呢，係有好大嘅，即係財雄勢大嘅，而且呢係有好大嘅業務嘅盈利性嘅。譬如佢哋每年呢係大概花費5000億一年啦，咁計5年至7年呢，就係2.5萬億美元喎。咁喺佢哋嘅業務嗰個規模嚟講，其實呢個數唔係大嘅，因為佢哋而家做緊嘅呢係做緊一個基建啊嘛。喺呢個基建嘅之上呢，10年啦、15年之後呢，將會帶嚟極大嘅回報啊，極大嘅盈利啊。所以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好嘅情況嚟㗎。我哋講緊係100億美元嘅一啲公司啊。好啊，Bruce，你似乎喺度出售緊呢啲數據中心喎。舊年呢，你就賣咗 Atrium 係240億美元嘅，咁今年又賣咗另外一個好大嘅數據中心係400億美元出售嘅。我相信你啲 LP 投資者就好開心啦。咁你係咪將賺咗個錢又投翻落去同一個範圍裏邊呢？咁同幾年前你哋建造呢啲中心嘅時候有咩唔同呢？冇錯啊！我哋啲資產經理都喺度，亦都有啲人問我哋呢一啲同樣嘅問題。我哋喺亞洲嘅數據中心啦，譬如好似舊年呢，我哋係出售咗2個數據中心喺亞洲同埋係美國㗎。我哋亦都咧係聽到咧係有一個增加嘅需求，但係亦都係有一啲挑戰。亦都有人講咧係可能咧係質疑嘅，究竟呢個需求究竟喺咪度咧咁樣。咁作為一個資產嘅管理人呢，我哋係初期嘅時候開始係由零初期呢一個行業開始嘅。咁然之後呢，就係由0至20投落去啦，跟住有啲其他嘅呢，就會由20到80嗰度係投資嘅。咁我哋呢，亦都係喺450吉瓦或者係1.8吉瓦至到1.8吉瓦呢，450兆瓦到1.8吉瓦嗰度呢，我哋係呢啲咁嘅規模係投資嘅。咁另外呢，我哋喺新加坡、馬來西亞亦都有我哋嘅投資啦。咁我哋嘅年線呢，亦都係一路到由3年至到7年嘅。咁係我哋亦都係1.6嘅吉瓦嘅合約嘅購買我哋嘅能量電力嚇。咁所以呢，我哋有1.610億嘅 EBITDA。所以咧喺私募嘅市場裏邊呢，我哋各人有唔同嘅一啲角色啦。咁亦都有啲基金咧係長期持有嘅。喺亞洲呢個區域呢，我係咁樣睇嘅。我哋呢就係做咗一個1.8吉瓦，總共嘅係我哋總共有5個吉瓦。咁未來呢，我哋係需要，我哋覺得呢個需求呢係15吉瓦之多嘅。因為呢係亞洲嘅人口在增加啦，人口嘅結構城市化數字化咁樣都喺度增長之中嘅。咁我哋亦都係7年前呢，我哋開始係建立我哋嘅投資組合啦。我哋而家仍然有5個數據中心嘅。咁我哋有一個喺歐洲啦，即係英國啦。另外我哋有喺中國有一個啦，喺北亞呢，譬如韓國啦，我哋又有一個。我哋係仍然呢覺得係好多投資嘅需要嘅喺呢度，因為我哋頭先聽到啦，係光纖嘅一啲網絡嗰啲，亦都係有需求嘅。而將來個基建呢，尤其是喺數據中心嗰度呢，係繼續將會有強勁嘅需求。我相信呢度大部分嘅觀眾呢，都係喺亞洲係比較聚焦啦。我哋亦都係相信呢，喺呢一度呢，我哋係會繼續投資嘅。喺亞洲我哋睇好佢嘅。Jim，你亦都喺建造一啲極大嘅數據中心。我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因為我哋都講到好大嘅
錢嘅投資，咁究竟人嘅資源嗰度係乜嘢呢？先至可以建立起呢啲數據嘅中心啦。有啲嘅投資者成日咧都係想問一啲即係有趣嘅問題，但你問呢個問題咧就真係冇人問過啦。係。嗱，頭先咧，我哋大家咧都相信同意嘅，就係需求大唔大咧？係大嘅嚇。咁個資源夠唔夠咧？投資夠唔夠咧？係頭先咧喺個 lift 裏邊咧，我就見到喺嗰個小電視嗰度咧，個屏幕嗰度話投資者咧個個咧都爭住投 AI 啊咁樣樣啊。咁所以頭先我哋聽到咧係仲有一個400億啊，或者市場嘅需求嘅。咁係咪一個泡沫咧？咁樣樣有人咁樣問嘅嚇，我自己係咁樣諗㗎，就係咧，好似頭先咁提到啦。Jamie Dimon 嘅新嘅總部啦嚇，而家咧就喺房地產嗰方面咧，係大家咧全部係聚焦喺嗰度啦。呢個喺紐約佢嘅總部啦。咁但係喺德薩斯州咧，其實有個400億嘅一個項目啊，但係即係喺3年嗰度配置投資嘅。咁但係咧冇人去提呢件事啊。咁所以我想講咧，喺 Aramco 之外咧，係有10間能源嘅公司係超過2萬億元嘅規模㗎。咁所以如果我哋講到數據中心啦，未來嘅3年呢，呢個係個2個萬億元嘅一個市場嚟嘅。咁如果你知道未來幾年係點樣發生嘅，點樣發展嘅呢？其實裏邊有好多投資嘅機會。咁啊，邊個會去咁做呢？嗱，大家咧都係喺度用 AI 啦。其實咧係喺中學啦，我已經學識啦。如果嗰啲人想做你嘅朋友咧，你唔想嗰啲人做你嘅朋友㗎，因為即係好似喺三藩市嗰度咧，我哋亦都見到一啲咁樣嘅趨勢。人嗰個資源啊，其實係需要數據中心，係需要人去建立嘅。以前呢，就純粹係一啲房地產啊，插個電掣啊咁樣樣啊，呢個以前嘅事啊。而家呢，只係得好少人喺呢個全球裏邊呢，係被信任啦，去建立啊，去建設啊呢啲數據中心㗎。我哋思考嘅時候呢，我哋講到科技啦，呢啲芯片啦，建設啦咁樣樣，但係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項目嚟㗎。我哋成日都問一個問題，就係有冇一啲我哋冇人問嘅一啲問題呢？即係我哋亦都需要思考呢啲問題嘅。我冇所有嘅答案，但係投資嘅一個技巧呢，就係買複雜，出售簡單，即係話呢個市場如果係複雜，我哋喺嗰度投入，然之後咧提供一啲簡單嘅解決方案，咁就係最關鍵㗎啦。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咧，能源呢就係一個 AI 方面發展嘅主要嘅瓶頸啦。咁 Jim 嗱，你就曾經講過咧，係綠色轉型啦，或者係新能源投資啊咁樣。咁而家 AI 需求嘅好大嘅增長，你唔再淨係睇能源啦。咁我哋聽咗啲新嘅流行語，譬如話核能啦咁樣，2年前唔係咁噶，我哋之前係講太陽能啊、風能啊咁樣。咁究竟喺新能源嘅空間裏邊呢，有啲乜嘢機會係令你最興奮，定係更闊咧講能源呢？我諗我哋3個肯定都有啲嘢講噶啦。首先你要咧係從一個完全唔同嘅心態去開始，同幾年前係唔同噶。我而家先講下我哋嘅心態嘅轉移先。首先第一，我哋講能源轉移啦。咁而家個關鍵呢，就係話咧電力嘅增加。嗱，電同埋能源唔完全一樣㗎，大家都知啦。喺能源轉型嘅方面呢，熱能係好重要嘅，但係電呢係有唔同嘅屬性嘅，亦都係有唔同嘅贏家嘅。第二呢，我哋大家都專注喺政策，一路去到8月，大家都喺度諗緊有啲乜嘢嘅政策嘅安排。但係呢樣嘢唔單止就係關於政策啦，係關於實務性啊。咁另外再唔係一個宗教嘅辯論呢，係究竟係化石燃料啊，定係唔係化石燃料啊？其實係所有嘢。即係譬如你哋而家係走向核啦咁樣，咁其實係所有嘢，因為我哋而家咧係缺乏或者短缺電力啊，喺世界上第一次，咁我哋咧即係好耐以嚟咧都冇試過咁樣係有呢個短缺，咁成個心態咧都已經改變咗啦。咁翻去
我之前講3間最大嘅電力公司喺全球，佢哋合併嘅市值呢係2億，咁我哋將會咧係花2億喺呢個電力嘅市場，每一年喺未來5年。咁喺美國呢，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呢個點樣發生，但係非常有趣。好啊，Bruce，嗱喺2017年嘅時候呢，你哋買咗一間公司叫 Westinghouse，就係啱啱離開破產。今日呢，呢間公司呢，啱啱上個星期宣布，就係進入一個呢係800億嘅合約，同美國政府，你哋將會建一個非常龐大嘅核反應堆喺全世界。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呢個投資同埋點樣去融入去你哋整體嘅能源組合嗰度呢？好啊，咁我哋呢就係一直嚟講呢30年來都係其中一個最大嘅電廠嘅建造者。咁我哋最初係從水電開始，跟住做風電，跟住做太陽能。咁喺2017年呢，我哋就睇到一個機會呢，就買一間核嘅公司。咁嗰個價值呢，你俾咗幾多錢啊？係一個基於價值嘅購買嚟嘅。我哋呢就係俾咗10億嘅股權落去嘅。咁我哋諗呢，如果世界上冇嘢改變，咁我哋做得好 OK 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係機會係好嘅話，係利好清潔能源同埋核嘅話呢，咁肯定核呢就會翻嚟，只需要時間嘅啫。咁過去5年發生嘅事，當然呢，我哋係即係未可以係預料到啦。咁但係譬如好似頭先 Jim 所講，差唔多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尤其是美國，係最大嘅能源嘅消耗國。咁其實嗰個電網呢，喺未來15至20年需要翻一番，未來15至20年電網需要翻一番。佢哋25年來都係平走嘅。咁美國政府呢，就俾咗我哋一個命令去買，係即係話超過1000億或者起碼開始係800億，可能翻一番嘅核電廠。咁原因就係因為佢哋發現我哋要重啟呢個供應鏈啊，係關於喺美國嘅核電方面，我哋會自己建造一間嘅發電廠喺美國會完成一間，但係我哋需要10間先至可以呢係建造到喺美國外面成條嘅供應鏈，所以佢哋已經係承諾咗要買呢啲核嘅反應堆喺美國。咁佢哋呢會即係話喺聯邦嘅土地嗰度俾位置我哋，咁將會係好興奮喺呢個板塊。咁但係講翻呢，就係話，其實係有超過100萬吉瓦嘅電力喺美國嚇。咁另外呢，講緊係總數能源嘅消耗啊，即係講電方面，呢個呢係20嚇。咁其實而家呢一點呢，就係話我哋需要所有能源嘅量啊，就係因為呢工業啦、汽車嘅電動化啦、數據中心亦都係消耗好龐大嘅量啦，咁樣，所以呢個呢係非常重大嘅一件事。好啊，我而家呢就係想加入呢一個討論。咁作為投資者，點解你會興奮呢？嗱，增加能源呢個市場其實每年呢係29泰瓦小時，咁啊美國呢就係過去15年啦，咁啊需要呢未來5年呢係需要400泰瓦時，咁我哋個市場呢就係需要增加10倍，我哋亦都有一啲人呢係願意俾2-3倍嘅市價，希望嗰個能源可以或者電力可以更快取得。我唔知道會點樣可以發展啦，咁但係呢一套問題都係非常有趣。好啊，咁嗱你呢亦都係投好多錢入去能源嘅板塊咧 Shemara， 咁你哋亦都係啱啱咧係做咗一個新嘅項目啦。咁你哋嗰個投資策略或者係能源策略同 AI 聯繫嘅，即係會點樣增加需求呢？係正如 Bruce 講，唔單止就係 AI，Jim 亦都講而家所有嘢都電動化，咁所以連同人口嘅增長啊、城市化咁樣，呢啲新嘅電動化嘅趨勢、運輸嘅電動化嘅趨勢，都係驅動好大嘅需求。咁但係呢，好傷心就係而家我哋處理緊，亦都之前呢，我哋係聚焦喺可持續性啊、氣候嗰方面，但係而家我哋知道呢係
係要考慮到呢個可得性啦、可持續性同埋能源嘅可負擔性，同時去處理氣候嘅影響。咁呢個係好困難嘅，亦都需要龐大嘅投資。唔單止喺發電方面，我哋頭先一路講發電，但係我哋都需要好多係中流嘅基建嘅投資。咁我哋亦都係需要呢係輸電配電，仲有管線嘅網絡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需要投資嘅範疇，喺監管嘅框架亦都扮演一個角色啦。尤其是呢就係引入新嘅科技，咁希望可以催化私營界別嘅投資。咁另外仲有就係規劃嘅批准咁樣。咁當然每一個國家都需要一個咁樣嘅通路，咁我哋亦都需要大部分嘅地區嗰個私營機構亦都入嚟一齊呢，係去諗呢一條嘅通路會係點樣？私營嘅資本會扮演咩角色呢？我哋亦都需要大量嘅資金嘅專業知識先至可以做得到㗎。好啊，多謝。咁我哋翻去講翻基建投資嘅一個歷史啦嚇，咁 Bruce 你亦都係好重嘅投資喺商業房地產啦，喺全球。咁呢方面嘅動態係點呢？有冇見到呢個市場已經回歸啦？啲人開始翻辦公室工作啦嘛？咁你點樣睇呢？嗱，房地產一般嚟講呢，就係一個週期性嘅業務，大家一定要記住呢點㗎。咁有兩樣嘢呢係發生咗嘅，喺而家呢個時間對比其他。咁首先呢，就係佢好快咁樣係升值啊，即係啲人呢改變佢哋嘅心態。咁每一個週期都唔一樣㗎。而家呢，就係頭先所講嘅兩點。咁但係相反嘅一端，基本面呢，大部分嘅全世界嘅地產嘅基本因素呢，香港有啲唔同，因為有短缺。但係呢，大部分其他地方呢，基本因素都好強。咁所以基本因素好強。咁所以呢，即係話嗰啲貸方同埋借方嘅心態呢，就係搞亂咗。咁亦都好快咁樣係拉直咗，咁就影響融資。咁而家利率呢，就係下跌啦，大家都明白，個個都翻去辦公室啦。咁其他形式嘅地產亦都係好卓越嘅狀況。咁而家大家見到嘅呢，就喺大部分嘅城市啦，喺世界上呢，就係完全冇建築發生緊。咁亦都冇空間剩翻，咁租金亦都係上升。咁喺紐約租金升咗1倍，咁亦都有好嘅建築物啦。咁可能佢哋會再升多50%都唔定。香港係點呢？你而家喺呢一度啦。香港所以我意思係咁啦，就係話呢，有其他一啲更加好嘅專家喺呢一個宴會廳裏邊，關於香港房地產。但係我可以講一個比較闊嘅觀察。咁呢一個呢，就係所有價值投資喺呢一個固定資產，咁尤其是房地產。咁如果你有一啲業務或者城市喺啲好好嘅地方，香港係合資格。咁如果你有一個比較艱難嘅市場，事情呢係下跌，咁佢哋呢係好快咁樣會回歸。咁香港呢亦都係改變咗，得好少嘅建築，係一個好逼嘅地方。咁房地產價值呢一定會翻嚟，會再翻去佢嘅峰值嘅未來係好啊！我好希望嗰個未來呢好近啦，已經嚇係。我就冇講緊你嘅住宅單位喎，你屋企喎。好嗱，咁最後一個問題問Jim 同埋 Shemara， 我哋講數據中心啦、能源啦咁樣，睇起上嚟呢，我哋呢就係假設緊有無限嘅資本喺出邊，但喺現實嚟講，邊個會可以呢係提供資金俾呢啲大嘅投資呢？咁當然啦，機構投資者一直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包括主權財富基金。但係零售需唔需要進入呢一個嘅圖像裏邊呢？咁點樣可以得到呢一個資金嘅供應端呢？供應側呢？好啊，嗱，基本上呢，就有數以萬億嘅儲蓄喺個人機構政府嗰度呢，全世界。我哋作為資產經理呢，就係去聯繫嗰啲儲蓄去到投資嘅機會，係我哋有專業知識可以交付到非常優質嘅風險調整嘅回報。咁但係我哋見到嘅呢，就係有好多嘅儲蓄呢，就係從股票市場咁樣去進入呢
私募市場嗰類嘅資產，即係冇咁流動嘅資產。咁而家以前呢，就係喺機構嗰邊嘅渠道，而家咧零售渠道啦，有好多嘅增長嘅呢啲嘅機制啦，仲有 401k 啊喺美國咧就容許零售都可以接觸到啦，仲有保險咧就係可以配置更加多咧去一啲高回報嘅潛在嘅機會啦咁啊更加複雜嘅風險資產啦。咁我諗我哋作為中介咧，我哋亦都有個專業知識，將資金咧係帶到投資，通過一啲冇上市嘅市場或者上市嘅市場。咁 Bruce 你都有一啲結構咧，就係利用上市嘅一啲嘅工具啦咁樣，但亦都有好多人呢係用冇上市嘅一啲方法就譬如話保險啊，其他財富嘅方式。咁而家呢，亦都希望啲人呢更加安心可以冇風險，但係同時我哋都要諗到呢係流動性嘅風險，尤其是處理一啲呢即係唔係好精妙嘅投資者啦咁樣。咁而家我哋亦都睇到更多嘅配置呢係進入私募嘅市場。咁睇下 Jim 最後點樣講啊？係可以留意呢度嘅私募市場。如果你記得2000年嗰個科網嘅時候，咁其實互聯網當然好大，但係太多嘅錢呢係想進入去20磅嘅錢進入去5磅嘅嘢嗰度咁樣。咁而家公募市場都係咁樣。咁呢個公募市場嘅泡沫喺2000年發展。咁喺私募市場我哋創造亞馬遜、Google， 跟住就係 Facebook。咁所以呢個業務模式就係我想專注㗎啦。邊個人有最佳嘅業務模式呢？如果有嘅話呢，咁資金就唔需要擔心㗎啦。好啊，咁我哋呢時間呢就唔夠啦。我哋一齊鼓掌，感謝我哋嘅嘉賓啦，多謝。好多謝各位講者，請大家喺台上面留步影合照啊！